大家好，我係 Ellie 啊。其實一直以嚟咧，我都好想同大家一齊親身體驗一下播放黑膠唱片嘅時候咧嘅模擬聲音咧，究竟係乜嘢嘅感覺㗎？咁最近咧，我聽有一張好有意義嘅黑膠唱片咧，就係呢一張破地獄嘅電影原聲大碟啦。每一次我聽嘅時候咧，都諗到一啲好深刻嘅哲學問題啊，所以好想咧同大家一齊去討論啊。嚟緊星期日咧就有呢個機會啦。3點半到5點半，我會喺法鑄機構利用 Audio Technica 嘅黑膠唱盤，同大家一齊播放呢張黑膠唱片，一路討論關於一啲咧音樂、生死哲學同埋殯葬文化嘅議題啊！到時候咧更加會聯同香港中文大學高級講師盧傑雄博士同埋殯葬統籌林漢清先生咧去討論啊！咁咧，依家就可以即刻去報名呢個活動㗎啦！不如我哋約定星期日見啦，拜拜。